但係咧，九月當初研究時呢條走線，其實牽涉到譬如收地有啲影響到民居嗰個嘅即係程度大唔大，或者當時有冇感覺？我好坦白講啊，北環線有嘅，係咪？但係所有呢啲問題都要解決㗎啦，係咪？你有問題你就要解決，就要時間，就要慢慢磨，係咪？千祈就唔好咧，而家又話唔理，又話唔需要，突然之間到時咧1、2年之內話要，又好似高鐵嘅翻版，又係幾個月內咧要撥款要波水，咁啊事情點啊？但係政府呢個高鐵之後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嗱，始終係經過跟住前一日，如果再納入呢個可能，即係而家我再提倡翻話，譬如北環線啦，可能其實高鐵即係全部喺度，大家一齊爭拗。你會唔會擔心政府會從一個咁長遠眼光去睇呢個需要？你因為佢擔心可能呢個政治後果，不如唔好再納入一個可能，不如唔好搞北環線住，或者有可能，如果係咁，我會失望。我希望見到政府係有承擔嘅，應做嘅就做，唔應做嘅就唔做。你唔係話有兩件事都應做，不過一件事做咗咧，其他嘅唔嘅一件事，佢要出嚟同人解釋，呢個係兩碼子嘅事。我哋成日講做嗰個民調係好突然咁，全港居民話如果北環線，我哋解釋呢個北環線係點樣樣去即係有邊度接駁到邊度啦嚇，講完100億嘅，我都好奇怪。六成幾7成嘅人係支持話北環線有需要進發嘅，咁呢啲人有啲人住港島區，有啲住九龍東啊、新界，咁根本唔關，所以人哋係知道個幾緊要。我覺得呢次高鐵其實最主要一開始嘅爭拗咧就係600幾億同300幾億嘅分別，北環線就冇呢咁嘅事，11公里100億度，完全冇呢個爭拗。如果有人話唔需要起嘅話咧，就唔該呢個人去新界西北，佢喺屯門去元朗，佢嘗試下坐架巴士去到呢個落馬洲站，轉嚟轉去之後，而且個經冇幾耐，等佢自己話俾人聽需唔需要。西部即係我再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始終你嗰個北環線仲有好多管道，你凡係一條鐵路，如果淨係得一個作用嘅話咧，生意一定大。嗱，譬如你睇高鐵，高鐵其實有一個唔係幾好嘅特色咧，就佢係好貴好貴，但係咧，如果你唔去大陸咧，係唔關你事嘅，係嘛？呢個係最大嘅問題，係嘛？所以變咗好多話，我都唔去大陸嘅，我點解要起人？你北環線嗰啲唔係嘅，所以一條鐵路咧，如果你係有一個過境嘅作用，有一個本地嘅作用，有一個發展提供即係多啲樓盤嘅作用咧，嗰個接受程度係大好多㗎嘛。我哋嗰時落馬洲支線起，除咗你話環保嗰方面咧，其他大家都覺得有需要㗎。你西鐵嗰陣時都係啦，佢都唔知行咗幾耐。如果西鐵嗰陣時唔係話將新界西北接駁到市區嘅話，佢一樣會優咗。所以你要呢啲基建項目咧，越多人受惠咧，其實就反映到聲音越低。咁不如整體啲簡單嚟講，其實你覺得呢個即係高鐵嘅事件之後，政府對一啲嘅大型基建，包括咗可能北環線，佢哋喺某程度上啲設計可能會拖慢咗落，或因為擔心再嗰啲嘅增加，你自己見唔見可能即係呢個咁嘅擔心？我希望唔會，但係呢個就睇佢嘅決心啦。我覺得係大家都係急住交緊。而家就講翻各位，見唔見到佢擔心可能政府因為高鐵事件，就會有啲即係基建上面係可能放少少啊，或者會再審慎少少拖慢咗成個嘅進度。我有呢個擔憂，所以變咗咧，民間嘅聲音都出到嚟。所以點解我話我而家要呼籲開聲咧？咁你都可以問㗎。咁我話都要宣傳下，即係民意啊，咁我又使唔使擔心咧？咁其實所有啲嘢都係有理據嘅。如果我冇一個民意嘅支持，我都唔會出嚟嗌緊嘅。如果我哋做出嚟，但係都話北環線我唔想見，即係好簡單，我哋做多人都幾詳盡嘅，唔知幾快1000咁樣，
大部分都覺得有需要。我覺得你凡這啲嘢咧有民意支持係一個條件，一定要有。做咗之後咧，你自己嗰個過程你要頂順佢。啊，你搞掂呢兩樣嘢咧，我覺得佢應該可以更加做。呢兩件事係完全截然唔同嘅一樣嘢嚟嘅。你當時搞掂嘅研究，其實如果有晒而家嘅方案，真係會做嘅時候，其實可以即係幾耐，即係1年之內可以即係有條咁嘅新嘅。5至6年咯。即係以5至6年大部分時間係講緊嗰啲地嘅問題，幾唔問題。地嗰度擔唔擔心可能因為即係財務處嗰邊嘅先例嗰度上，其實到最後即係可能收地方面，亦都會即係大家都有啲更加多嘅討論啊、爭拗。但係我嘅睇法係咁啊嘛，收地嘅問題咧，早20年前好易嘅，10年前啊難啲，今日就好難，但係你拖落去越拖越難嘅喎，係嘛？所以冇話你要做嘅嘢，你係咪都要面對咧？我最大嘅難可能係收地，即係成個路項。有可能。咁呢個就係佢哋功夫啦。從來基建嘅呢啲嘢都係冇監到㗎啦，係嘛？我哋嗰時落馬洲支線唔使100億㗎，結果就因為啲雀仔追新界，係咪？咁所以都係嗰度要好小心處理。你講得好啊！其實好多時嘅爭拗未必一定係需唔需要。我覺得北環線嚟講唔係需唔需要問題，佢唔係貴，9億幾1公里，中途仲可以有咁多嘅發展嘅新市鎮。其實嗰個好處係未必先嘅，佢最大嘅挑戰就係佢落實佢收地嗰陣時。從高鐵線呢個政府或者鐵路公司喺如果計劃北環線或者呢個另外啲鐵路項目嘅時候，其實有啲乜嘢可以借鏡到，即係唔好又再同你公司間高鐵同啲錢嚟拗嘅。所以做功夫一開始做嘅時候咧，已經要放下身段，真係同人傾，就唔係比較點講啊？我最近聽到啲聲音話，好似即係唔知你揸夠票你又做乜都得，但係呢個印象其實就麻麻。我哋好多朋友都有咁嘅睇法，佢根本都冇時間去研究你嗰669億買咗啲乜。嗰邊嗰300幾人物，嗰啲嘢係複雜到冇人可以一個地方個產業得點搞，佢純粹一個感受。個感受就係你政府話俾我聽，你足夠票，你足夠票，於是乎咧就嗱係咁噶啦。但呢個感受先攞命㗎嘛。你個感覺係點樣？如果佢出到嚟唔係足夠票嘅，係咪？係真係要大家辯論嘅，咁啊真係要大家攞出嚟傾嘅話咧，好可能根本一面倒都支持咗啦。即係你都支持，但係你個感覺係咪都覺得政府傳咗咁嘅感覺俾到即係從業人？有，我自己都覺得有。只不過因為我以前做開9鐵，我係好知道佢嘅機制，我知道其實有啲嘢係行唔通嘅。但係有時就算我同我朋友講話俾啲行唔通啦，我都要費盡唇舌去解釋。跟住對佢哋嚟講，喂，你整條支線佢就一條分線去到青站啊，幾好聽啊，係嘛？你嗰邊又唔使交通擠塞啊，成啊，咁你駁出嚟啲又，咁啊跟住又可以利用翻晒現成而家比較上未飽和啲鐵路，咁你咪所以同佢慢慢講㗎嘛。永遠起鐵路咧，你唔係，我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如果你真係起條鐵路，你係諗住開始嗰日係坐滿人嘅話咧，其實你已經落後咗㗎啦。你鐵路起嚟係俾將來㗎嘛，唔係俾聽日㗎嘛。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分別。所以你一樣嘢幾時應該起，要起到幾大，個年量幾多，完全係觀點與作用嘅。你睇到2030年，你咁大計劃；你睇到2050年咧，你就更大。咁你話善用公帑，我唔使諗2050，我做咗2030年。個問題就係高鐵有一個例子啦。等到你2030年發覺唔夠，要擴到去2050咧，你冇晒地冇關船，乜都唔喐得。今時今日我哋高鐵就係初好耐之前發夢都估唔到香港我哋今日咁，所以佢完全係冇得喐嘅。你睇我連直通車去廣州，1個鐘頭8個字，其中1個鐘頭喺香港境內，即係搞笑嘅真係。係啦，點樣諗都諗唔到，我嗰陣時喺9鐵做一日，佢就係咁嘅發展，
整啲嗰啲快趴啊、加速佢啊、快啲啊，冇晒期，孖嘅插針都唔入。冇計啦，係，所以呢啲 planning 一定係要第一日開始有遠見。睇翻轉頭咁西，你就要同群眾解釋。睇翻轉頭咁西鐵係咪即係都自己覺得比較唔滿意？即係我哋當初真係預計到可能即係要咁去長遠啲去睇嗰個即係發展嘅需要。西鐵連埋北環線絕對係值得做嘅。嗰陣時我入去嘅時候，西鐵嘅概念咧係有南環線唔通嘅，有北環線過境嘅，跟住駁埋東鐵嘅，咁係值得做啦。但係到頭來咧，佢斬頭斬尾嘅，我唔知你知唔知個歷史？唔知嗰陣時係公眾輿論咧，定係點樣嘅？佢將一條北環線斬頭，將條西鐵斬頭斬尾，北嗰邊冇咗北環線，南又冇咗南環線。咁一日咧喺屯門元朗去到南昌，唔知係邊度嚟嘅？我最記得南昌開幕嗰日有啲的士司機又揾唔到嘅，係咪？咁我記得嗰陣時我都有採訪。係咯，你冇可能一樣嘢啊！一有公眾言論就即刻縮沙，係嘛？你一就唔做，你要成套嘢做晒㗎嘛，唔係根本就冇效果。所以其實金倍北環線係成個新界西北鐵路南環線西鐵嘅一部分嚟嘅。就我而家唔係講緊一樣全新嘅嘢，只不過係一樣應該做，唔知點解到而家都漏咗。夠咗好耐。係啊，漏咗冇做嘅嘢啦。嗱，反正條區域快線而家行先。